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神。也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邀请每一位在线上直播观看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也求主赐福我们的生命。在今天晚上的聚会里面，我们一同将你手边会影响你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收音机先将它移开或者是关闭，让我们一起在安静的里面一起来领受享受神丰盛的恩典。主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行大奇妙的计划。我也欢迎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领受福音的人，我们一起得着生命的智慧，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呼召我们，带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用一颗安静的心来领受神你丰盛的智慧。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仅得着智慧的心，也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透过敬拜，透过从你话语的领受，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得着那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前面的道路我们应当如何来走。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挪去我们心中一切拦阻我们甚至会影响我们忧愁的事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也愿主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成为馨香的活祭，成为神所喜悦的。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的丰盛，让我们透过安静的祷告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相信神你要赐给我们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起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更多的领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在神呼召我们的地方，我们要一起来领受敬拜，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神温柔的圣灵当中来引领我们得着那平静安稳的心。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情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就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就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在我行走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
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在你呼召我们的地方站立来敬拜神。主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依然站立扬声歌唱赞美主。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更乐意在神你的面前，我们要用更多的心来敬拜神。愿你的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那蒙主所赐福的应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在你面前刚强站立，在神的面前。主啊，有些时候我们不够刚强的心智，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在神你的爱里面，我们要晓得从你的话语要得着更多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明白如何来跟随主的脚中来走。主啊，在我们活着的年日，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主啊，我们也晓得，既然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我们更需要活出神的样式，要晓得生命的智慧当如何为主而活。谢谢主，我们要再次从今天晚上的敬拜，从头到尾，愿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更多丰盛的祝福。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不仅是对上帝献上感恩的心，也透过奉献的行动，透过实际的回应神，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上帝在我们当中要行那更美好的心事。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好，我们请钟南帮忙拿，钟南你拿。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将我们的心志、我们的生命献给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同心来做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在这边牧师要来做有关大桥教会我们的内部的消息报告。明天我们在是教会与社会的奉献主日，也在我们当中也要这个牧师跟大湾教会的牧师，我们有做交换讲台。那他本身明天会来到我们当中来请安报告，那也期待我们一起关怀教会与社会当中的关怀工作，也期待我们透过关心代祷跟奉献，来祝福更多教会在关心社会的工作。那明天我们在会后，我们有做这个小组聚会哈，也期待我们，如果你不晓得你在哪一组，如果是新朋友，也期待你向我们的这个萧秀珍长老来做询问了解。那我们在下礼拜24号到25号，我们有野外礼拜哈，所以我们礼拜六晚上的华语礼拜暂停。那我们在礼拜天早上9点半，如果你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可以收看直播。那么我们会在台东的地方我们会来做直播的摄影，那也请大家留意。那我们在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天明天在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6点，那我们在台南市议会有大门这个广场那边也云友会，也有很多的基督徒的艺人布道，那乐团的敬拜，平安符的小礼物，也非常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来参与这个7月的平安符。那也是我们今年算是台南这个400年福音传到台湾这个地方400年的一个庆祝活动，那也期待大家能够一起去参加。那我们在大桥教会的社区音乐班，我们在9月21号开始，我们即将要开始所以如果你的左邻右舍有一些中班的，还有到小4的一些学生，那我们鼓励你能够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我们有总共6堂课，那非常便宜费用只有1000块。那如果你全勤，我们还会退500块给你。那重要是我们这个音乐班呢，其实请到非常好的这个音乐老师，那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不管是音乐的律动，那还有在整个唱歌很多方面的技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那也期待每位弟兄姐妹能够鼓励你。那我们的名额有限我们仅有20名仅有20名，早报名就早预备了那也请大家留意。好，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信心的生命力。那刚刚我们在唱这个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有些时候你在念这些奉献的祷告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种心会觉得说，我真的可以奉献所有吗？那种全心全意奉献给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神的第一个诫命叫做什么？我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可是你会发现，当你要全心全意爱上帝的时候，容不容易？不容易。当你有家庭问题，当你有生活的问题，当你有经济的问题，当你有感情的问题，我告诉你，通常人不会第一个选择上帝啊，一定会选择怎么样？我先把我的事情先处理好，我再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基督徒到底他的信心是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还是放在上帝面前？所以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所做的决定，往往并不是对上帝有信心的，往往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等我可以了，我再来做，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多读神的话。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哈。来，我们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哈。这个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我来告诉你，人为什么要多读书？就像这个空瓶子一样，它的价值最多也就值1毛钱。那么如果给它装上水的话，它的价值就会变成1块钱，甚至是3块钱。如果给它装上牛奶的话，它的价值就会变成10块钱。给它装上米酒的话，它的价值就会更高。我们的脑子也是一样，如果你的脑子里面装的全是游戏或者懒惰的话，那么你的脑子就会一文不值。但是如果你的脑子里面装的全是知识的话，那么你的脑子就会价值连城。所以啊，将来你长大后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必须现在得多读书，知道了吗，弟弟？好，这个大家可能在抖音或者是在我们的短影片里面都会看到。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基督徒，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的脑袋跟世上的人一样啊，对吗？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上帝，你也不认识上帝，所以你的生命就像刚刚这短影片里面所讲的，你的生命里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话语、智慧来让你这个生命变得有价值。所以如果你想说，我没有信上帝，可是我觉得我人生非常有价值，其实我觉得不然，因为有些时候往往我们认识的都是属世的事物，不见得你了解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有何目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为何信主的人要多读神的话？其实神的话非常有意思，是因为神的话会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产生什么？产生影响力啊！甚至呢，带领我的生命进到更成熟，而且有神的形象。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这是创世纪里面上帝起初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那你就会想：我是有神的形象，可是我怎么看我自己好像没有？因为你不了解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成熟，了解我们是有神的形象，而且我们要有力量的为主而活。接下来呢，神的话会帮助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帮助，甚至最后怎么样，你就会感受到这个福音啊，这个真理，这个信仰，原来对我的生命是那么有帮助的，而且会不断的告诉你自己，我是有能力可以去为别人带来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参与这么多的聚会，你听过那么多的讲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得着信心的能力。期待今天我们都一起来得着。在今天呢，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个经卷里面呢，可以说是一本小本圣经啊。好，因为呢，它66卷书刚好是整本圣经总共几个书卷，66卷。好，他刚好把旧约跟新约合起来就是66卷，所以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所以呢，在整个以赛亚书，你如果认真好好去把它看完，你会发现1到37章，他特别强调上帝的子民要得着这个应许、祝福的应许也好，唯一的条件就是什么？信心呢？好。甚至呢，38章到55章，他传讲上帝的子民在遇到处境困难的时候，要用信心来做支撑啊。
甚至呢，到56章到66章，他坚持要有信心的行为哦。不是只有信心就好哦，你还必须要有行为哦。好，所以前后左右你看一下，告诉他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看一下，看啊，不要不敢看啊，然后告诉他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钟兰，你对牧师讲啊，对我讲，有信心一点，讲出来。对，然后你再说我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懂了吗？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甚至你没有那个行为，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你们没有那个行为对别人讲，有些时候那个行为代表才是真正的信心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作为支撑生命的重要的方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了解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马太福音第9章2节说：“看啊，有人用卧榻抬着一个摊子，就是那个人工台语给掰开了哦，到上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哦，注意哦，就对这个摊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竟然他不是说你的病好了哦，反而是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后面，这个摊子最后他脚是真的好了，是因为他得着这个罪在他生命里面。其实人就是这样，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其实大部分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没办法去做那件事情，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不敢，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拥有信心的生命力，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怎么对我们说。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人到了教会里头，你就会明白，人到教会认识上帝，一定是要做什么？领受救恩，对不对？你有领受到救恩，你就会怎么样？你才会知道怎么传扬救恩啊，传福音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大部分他们不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真正领受救恩。如果你今天你知道你做这个工作，甚至或者是做这个生意会赚钱，你会不会想要跟人家分享？至少你会跟你的家人分享啊，对吗？你的家人一定会从你身上看到，你做这个行业不错哦，有赚钱哦。同样的嘛，你今天去教会，人家也会看你啊。你去教会感觉好像也不开心啊，你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得着啊，对不对？俊伟，你来到教会，回到家里，家人有没有看到你说：“俊伟，你不一样哦，去教会回来好像不一样哦。”这个就是什么？救恩啊！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有没有得着啊？你有得着了，你自然就会传。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知道我使用这个产品以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是有帮助的，你会把它一直放在身边，如何怎么去告诉别人？这个很好用，就好像我们在孩子还不会骑脚踏车，你会骑脚踏车，你知道有经验，你知道这个就是这样踩啊，你要怎么做啊？你有经验。所以我觉得人认识上帝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为了是要领受救恩。那你领受救恩要做什么？你生命领受到救恩，领受到这个生命的洁净祝福。我们原先是有罪的人，那我们得到这些要做什么？难道不就是要去传福音吗？这是耶稣死后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所讲的呢。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呢，使万国万民，让大家了解这个福音多么的重要，甚至要为他们施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一直觉得圣经里面不断神的话一直在鼓励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的生命领受生命的救恩，一定要有信心的去传递美好的福音。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有信心为主传福音。你要有信心为主传福音。好，第一个，我们领受信心生命的应许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有没有拣选了我，对吗？就好像钟兰今天牧师说，你要去教学生，教人家打鼓，教心仪打鼓。
那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牧师有没有请你去嘛？对不对？好，我今天有人告诉你说，钟兰，你要去教那个谁，你一定会第一个想到问牧师有跟我讲，他还没跟我讲啊，他有跟我讲了，我再去，这叫顺服。好，所以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领受应许的。第一个信心的应许是上帝拣选了我，他并没有弃绝我们，而且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圣经里面就是以赛亚书41章8到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哇！以赛亚先知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为所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进到迦南美地，有些以色列人都已经年老了，甚至有些都已经新生代，他们已经忘记了。有些年老了，他们忘记要去传递，告诉他们的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他们的孙、他们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忘记，所以会透过先知来告诉他们。所以呢，以赛亚特别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是我从地极。”好，这个我你要把它想象是上帝哦。虽然这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但是他是透过上帝给他的启示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觉得你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钟兰，你觉得你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是吗？不要因为牧师这样问你才回答是哦。你如果认为不是的话也没关系哦，私底下我们还可以再慢慢谈哦。你了解你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哦，开始有质疑哦。你觉得你是不是上帝拣选的？信心哦。当信心有在你里头的时候，当我1次问、2次问、3次再问你的时候，你会非常清楚，是，我是上帝拣选的。我在一个班上，如果我是做班长，有人质疑你说，你真的是班长吗？确定啊，我是啊，因为老师要我做的，对不对？懂我意思吗？当有人质疑说，你班长怎么做成这样，很糟糕很烂谢谢你告诉我，但是我还是班长，懂我意思吗？我这个身份不会因为别人怎么看我而怎么样，我就不是啊。所以基督徒也一样啊。如果我们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儿女，上帝特别的呼召，你怎么不会现在这个时候跑在外面，在那边享受，甚至在家里看你的娱性这个综艺节目？你为什么会是坐在这里？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打鼓？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服侍神？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如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喜欢用这个工作当中有人时常要问的问题就是5个 W 跟1个 H。好，当中第一个问为什么啦？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很喜欢问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问，为什么信主的人第一个生命的功课，你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相信他？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新生代的年轻人应该最常，每次只要牧师在问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想这个问题：我到底该回答还是不该回答？因为在他们心中，他们还不是确切非常清楚明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时常要问：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1章1到4节，他怎么说？他说旧约里面这段圣经节这样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
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机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这里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所有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要静默。每一个人都应从神那当中重新得力。但是主他怎么说？上帝怎么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当时候实际上后来有一个叫古列王，古列王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很多以色列百姓认为是哇，他真的是怎么样烧杀掳掠，甚至可以怎么样？可以就像圣经里面上帝所讲的，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列国交给他呢，而且他管辖君王呢。所以当时候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要讲这些话？因为上帝要给谁有谁权柄，就是给谁。就像一定有很多基督徒会问，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个对岸的这个中国的领袖，为什么会让这个苏联的这个领袖做这些事情？你把它假想，这个领袖就是圣经里面，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好，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你会发现上帝他安排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领袖，不见得是你所喜欢的，对不对？可是呢，这就是上帝。圣经里面第4节，谁行作成就这事呢？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同在。所以这里说明到，上帝掌管世界，并且兴起人来统治全地。问题是这个世间的人并不接受上帝的安排了，而且准备依赖什么偶像，不会依靠上帝，有没有？好像是这样。今天我们前阵子台湾不是这10年来不是有一个政党领袖，有没有？他很会讲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有没有？可是他兴起了一个很好像看起来好像要行公义的一个政党可是你们知道最近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政党发生什么贪污，有没有发现？人要作恶那个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上帝一直是存在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在这世上，你会发现旧约就已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上帝他是历史的主宰，对不对？那你会想，那上帝好像很没有人情他怎么会兴起这种好像恶人一样，来让我们看见说，这世界真的是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下一页。好，彼得前书1章3到9节彼得写给小亚细亚地区的犹太信徒，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你看得清楚的话，我们大声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这里谈到我们灵魂的救恩，必须要有什么？要有信心的果效。如果你的信心没有果效，那你得不着这个生命的灵魂的救恩。所以灵魂的救恩是什么？就是3到8节3到7节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活泼的盼望，好，甚至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生命，而且能够得到什么？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那么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何等的大！甚至呢，我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什么？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不喜欢救恩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你让我赚大钱比较有用啊，你让我能够解决我现实的问题比较有用啊，我根本就不管什么救恩，因为这个东西太抽象，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要告诉你，其实当人到了一个阶段，你会发现生命的救恩才是我们要去寻求的。因为有很多生命的智慧是需要让你这个生命明白到底你怎么认罪悔改，你才会知道原来自己的软弱不足在哪里。我以前牧师，我觉得我自己的脾气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我的脾气不太好。可是我发现，虽然我领受救恩，可是我的行为脾气却依然故我，就跟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可是这近几年来，从我的孩子，甚至从我第4个孩子发生这个早产，甚至还必须要手术开刀，我遇到很多的灾难、苦难，不要说灾难、苦难、困难，我都发现似乎上帝不断的在磨塑我的生命。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那个最小的孩子他脾气很不好，他是所有孩子里面成长过程在小时候脾气最不好的，他要这样就这样，那真的是很痛苦。可是我每次看到他，我完全凶不下去啊，拍美都可以了，我不会对他发脾气。我看到他，我就跟你笑笑。我发现我自己在回想，我的生命怎么会变这样？甚至我发现我对生命的那种敏锐跟感触，我特别在神的面前感觉到羞愧。所以我要问你，如果你的生命现在你可能感受不到，我期待你好好的去检视你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你一定要从你的困难当中去发掘你的信心如何回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困难的人，那么我也挑战你去寻找到底有什么是你还没有突破的生命的盲点。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需要信心的果效在哪里，我的信心怎么样更加强，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哇，我的灵魂真的得着了那个丰盛的救恩啊。所以我知道基督教在谈论这个救恩的名词特别像俊伟刚来到教会，可能听到这个词语会蛮怪的，到底为什么我的生命就现实生活比较重要啊？这跟我这个生命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呀？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好，所以呢，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力是需要靠我们信靠上帝。第一件事情叫做拣选了我们不被弃绝的。阿们。你们相不相信你是被弃绝的？不相信了吧？你要知道我是属神的，我是神所爱的，甚至呢，我是被拣选的。所以总然打鼓的时候要有自信，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不是只有让人看你要晓得你服侍神、服侍众人，你的服装打扮、穿着很重要。你的服侍在打的同时，你要知道你要表现出是一个自信的，是从神而来的信心盼望。我服侍是服侍神，我不是服侍众人的，我是服侍神。所以我要把我的音乐，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要晓得我的这个人的生命状态 O 不 OK？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或许你没有服侍神，可是你要预备好，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摆放在神的面前。主啊，我要预备，今天我很喜乐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得着
生命的盼望跟应许。求你让我有更多的信心来为主而活，因为你是拣选我的，好，我是不被遗弃的，所以你不用怕，你只要放胆的怎么样去为主而活。好，今天回去以后，你要大胆的宣告说：主啊，谢谢你，从你的话语，我晓得我是你所拣选的，我是你不被你遗弃的，而且我要做你的仆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做主的仆人没有那么容易哦。你必须要先了解我是不是有信心的了解到我是被他拣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继续告诉我们第二个领受信心的应许，就是他是我的上帝，他是我的主啊，我不用惧怕，因为他必坚固。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1章10到13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找不着，因为他们离你很远呐，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害怕，主要帮助你。不要害怕，有几个原因哈，我们要记得。第一个，上帝他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第一个很重要哦。不要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我同在。什么意思？有一次哈，这个上个礼拜我带我的孩子哈，在山上哈野外的时候，然后下雨了，然后当时候我的孩子就说他不想要跟了。那遇到有泥泞地的时候，他后来跟着我还是去了。后来遇到水，那个地上有水啊，他怕，爸爸不要，我不要过去了，你们过去就好了，我要在这边。我心里想说，天哪，又没有多大的，又没有，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敢走过来？他说因为我的鞋子会湿掉，因为我的鞋子会脏掉。后来我就说来，爸爸牵你，跟着我走。这个原因啊，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上帝，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害怕，不敢走过去，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个哦，不要害怕的原因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第二个，不要害怕的原因之二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主啊！什么是他是我们的主？他会负责啦。就像刚刚我讲的，来跟着我，你跌倒了，你怎么了？爸爸，我鞋……后来他鞋子真的脏了，因为下雨，然后他不会慢慢走，他又踩下去水，就溅到他鞋，就准备说：爸爸，我的鞋子湿了，很脏哎，你要帮我洗？我说没问题，我帮你洗。他不会洗嘛，他还不会洗干净嘛，我就说没问题，我帮你洗。他是我们的主，他会负责啊，负责到底啊。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不要害怕的原因，他会坚固我。什么是坚固我？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注意啊，不是徒然的，就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他们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他们觉得啊，这个又没什么，我会了，没什么我可以发挥的地方了，我不必要了。我见过很多，不是只有年轻人，有很多人服侍神，在教会服侍的道路他没有持久，他会中途就断了，因为他的内心没有被坚固，他会摇动。他并没有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常常竭力啊。什么叫竭力？就是做到很累啊，多做主工哎。因为你要知道哦，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上个礼拜分享到，我曾经在高中、国中，我国中每一个礼拜
礼拜天、礼拜六都要去教会圣歌队。那时候是国中时期，现在是中南这个年龄，还有功课的压力。可是礼拜六，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给我去上钢琴课，给我去教会唱圣歌队。好，当时我觉得好难哦。可是我很喜欢唱歌，很想要学。国中时期，我在教会唱 tenor 高音；高中时期，我就去长中合唱团，唱的是低音啊，很低的音啊。那到现在呢，我发现，我还想起来，我觉得感谢主，我在神的面前，我虽然尽了很多心力、劳苦的练习唱歌，虽然看起来好像当时候，我时常唱走音哦，那时候每次唱走音都觉得很丢脸，好痛苦。唱的又没有人比别人好，可是我就是要做。可是现在我回想起我现在的能力，我觉得上帝给我好好的恩赐哦，他给我的是歌声，给我的是很好的音乐天赋。这个过程是在我国中、高中时期，我真的领受到，透过我的家人告诉我，你要加油，放心，好好的去做主工，神会让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中南，好好打鼓，很累。你比别人很多人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都在外面踢球，在玩，在忙他们的事情，都很喜乐，很开心。可是我要告诉你，10年后，但你在回来的时候，回想的时候，你就会记住这句话了：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要兼顾我们的原因。好，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兼顾我们的原因，因为他既然是负责的神，他自然会兼顾我们，我们不用担心，只管放心交给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有啊，他不仅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哇，让我们看到，他让那个圣殿裂作一半，然后3天建造复活了，他自己复活了，然后真实的看见真实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他是胜了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最后是会面临死亡啊，人都有面临死亡嘛，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复活？有哦，耶稣的复活是要告诉我们啊，我们信主的人，未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是会复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许啊。虽然这个应许或许你看不到，可是我们比别人不信的人面对死亡还要有盼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到这个葬礼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很喜乐，虽然也会有忧伤、会难过，可是那都是短暂的，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亲人他走了。是去到神那边去，我们知道未来我们死后，我们会与我们的家人再见面，所以我们跟其他人的信仰是不同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仰，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好，第4个不要害怕的原因哈，第4个是他会帮助我们。我觉得上帝很爱我们哈，就是因为这样，他不仅让我们知道他会帮助我们、兼顾我们，他也会帮助我们。诗篇121篇1到8节，这个是上行的诗哈。什么是上行的诗？你们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以前要去圣殿敬拜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要走那个上坡了，所以他们是很辛苦哦，不像我们现在还有电动车、机车开车直接就到位了哈，他们不是哦。所以所谓的上行的诗，就是他们一边念着诗，一边在思想要去到圣殿敬拜神的心情。所以牧师简单介绍一下哦，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有没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心，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就是保护的神，他不会睡着了哦。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必应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小时候我最讨厌晚上，因为晚上我都会怕，因为晚上暗蛇蛇，那里会不会有鬼？那里会不会有什么？我妈妈就告诉我圣经的一句话，就是这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即使是晚上，上帝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非常美啊，神保护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五个，他是会扶持我们生命的。约伯记8章2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辅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哇，很特别哈！上帝他不仅会帮助我们而已哦，他会扶持我们。即使我们遇到有邪恶的人、不好的人在一起，可是他不会帮助他的，所以你不用怕。你大胆的了解，我就勇敢的去面对这一个人，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好，甚至神要让我们在面对过后就怎么样？快乐的。好，这个的心境是这样。好，诗篇54篇1到3节，上帝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信心的生命力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在今日主的话语当中，不晓得你是否看清楚你自己生命的价值身份？我非常喜欢PPT 帮我换下一页哈。我这个高俊明牧师他写的一本书里面，冥想的森林里面讲的一句话哈，有一篇诗，他说：不要操之过急，应当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虽然有人告诉你大笔的金钱一定会给，好好的干一番大事业，成功是千真万确、无往不利的哦。若是良心上觉得不可为，就必须断然拒绝。应该寻求的东西不是利益，不是结束，也不是成功。应该追求的东西就是良善，就是诚实，成全上帝的旨意。我一直相信上帝给人都有个非常单纯良善的心啊。只要我们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生命，自然会有充足的信心跟力量，坚强的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圣灵的感动当中来完成神的心意，需要透过信心的行动。也愿主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成就美好的心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不撇弃的儿女，我们也是神你所呼召，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尽忠来跟随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一个重要的生命功课，也就是能够在神你的应许里面，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唯有在神的面前靠主而刚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有信心的果效，是能够带出灵魂的救恩。恳求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传递福音的道路上有信心的行动，去带领朋友，去引导我们生命当中的朋友、伙伴、家人，一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与救恩。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从主而来所赐的生命，是神所应许丰盛的生命。愿主你带领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继续为主而活，来见证主的名。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来学习生命美好的功课。特别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还没有进到教会，也欢迎你能够走到就近的教会，在你的住家的附近牧师邀请你能够去找一间教会，能够一起领受上帝所要给你们生命当中的祝福。祝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到7点半，让我们一起享受神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平安。愿你平安。好，
我们来讨论2个问题。